上礼拜高接里的故事，我能看到董事人张永生因为身亡年法同唔暗抗抗普嘅风险精神，本当中处理嘅农民有为新嘅光景。高接里也就生业也创造出经济奇迹。不过高接里对准批都友好涨爱9到10涨嘅研究，生产成本做得讲系其他水果嘅2批，本钱按出产量又太多，国家进口水果来抢市场。也很多年来，利农的利润无论摆按好诶。一礼拜罗粉生王训勇如果对高接里无按好价嘅原因开始讲，同时探讨何样的解决。因为你技术好咧，谷物利太量大，产期较集中的是量大的时候，都价势都便宜啦。WTO 的时候开放掠农产品是大量入来，也影响动态。价格上呢，优势已经没有了，所以现在目前的经营这高阶里呢，非常的困难。成本高，售价又没有办法相对提高的状况之下，农民的收益就减少。李仁地堡嘅草场内，罗先有无限等各派得到唔少反映嘅东西。15年前接受阿爸刘本基嘅高资源，所有新力农病投量。当初决定经营高接里，为嘅就会唔满南嘅利润。不过几年来，而家仍然唔比得仍然，已经无像网摆按好出呢。以前个比如20口、30口利润慢慢都存可能5口、10口，那个因为古来呢性质无好，粒头无太嘅话所以一般下都会无赚钱。看下那经营嘅高接里批发价，对每公斤500口得到将近40口，比起网摆上百口嘅好公斤，正经比唔得。因为慢慢生产嘅技术越来越成熟嘅啦，产量越来越多，差唔多像10年前价势都更跌落去了。目前来讲，好像全省无论从南到北，甚至宜兰全省这些产量过剩也是其中之一。几年来，国内嘅高接里年产量今年已经突破10万公吨，又含有2000公亿元。台湾加入 WTO， 进口水果也抢占台湾市场。高接里产业实际讲係內外雙頭戰。當然來講，你加入 WTO 來講，你進口嘅水果越多，尤其你台灣嘅高接里嘅部分來講，像新興豐水來講，生態競爭對手是韓國嘅新高里。韓國咧幾年來講，你到台灣嘅量又多少？嘅品質嘛冇受影響嘅。进口梨子的配额大概每年到4800吨左右，是价格比较低，那关税低。这个价格，这个进口的时间大概我们国内盛产以后，大概11月以后才等进来。但是像全年都有这个梨子供应的话，造成梨子的这个新鲜感就没有了。所以一般的话，我们高阶梨虽然早生产，但是呢，它的价格就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高了。以前呢水果来讲，较贵估N2年嘛。但是开放落来，哇！全世界嘅水果都入来，内时都按多水果啊，所以讲消费者来讲，佢选择性就较大咧，咩啊？除了 WTO 嘅开放市场机制之外，高接里嘅生产成本也係其他果子當然比較，因為過程當中所需要嘅資材同人力攏當高。它生產的成本呢？大概每公斤大概要40塊到50塊之間，所以非常高。这个竞争力呢就相对的减少，降低非常多，没有什么竞争力。因为一般的水果的话，它的生产成本大概都是在20塊以下，非常少。每公斤的话超过40塊的非常少。梨这个生产成本从以前到现在，生产成本只有越来越高，不只是人工的费用增加。
在很多资材的费用，包括嫁接所用到的这些资材，包括管理的资材，这些的成本都是越来越高。产量高、生产成本粗，还有进口水果竞争，拢会促成高级米驾驶紧跌嘅原因。面对安尼嘅困境，相关单位也开始进行人人指导。年初的话，它2月到4月的，我们会请那个产地的县市公所哈，那去先了解说单位的产量哈，那县府也会派员实际去了解实际上的一个产量的情形。那如果有一个会有一个超过这个超产的疑虑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在3月会召开一个离的一个预警会议，譬如说市场的价格有逐步的滑落快要趋近这个监控价格的时候，那我们有启动这个产销的稳定机制，那包括这个调节供需啦冷藏啦还有一些促销活动。农会来讲，片来讲，你透过收购，当然要求一定的品质，希望讲大家农民来讲，往品质的方面提升来讲虽然量较多来讲，如果可惜，而消化有较强。关于离市场差不多无发展空间，当然拢在讨论高级离产业运行技术。既然量太多，首先应该就要调整种嘅面积。少量多样化的水果适合营养种的水果，莫讲种下高级梨，毕竟来讲高级梨下量有多少的，尤其讲东西也蔬菜呢，你降台湾全省1/3，马农会这边来讲嘛，有逐渐讲请其他水果替代品用莫个高级梨的量莫按多。不过，种高级梨其他10名嘅农民创作内容简单，当地专家就建议，来继续种是在成立专区来整合力量。专区来讲，它辅导单位他会很用心去集中在管理，可能个人的成本各方面整个区可能品质也都会比较平均啦。果树来说，一般的话生产的规模都非常少，在这边个别农户的单位面积都是非常的少。我们大概要先集中大面积来生产一些高品质、特定消费的地方，我们就针对这个地方来去努力。除了稳定产量，相关单位也希望降低高级梨嘅生产成本，加强品种改良。台中长育成的品种不用每年高阶，它的特色就是直接从花芽开出来的花，结果之后我们就采收。那这样子可以节省离税，节省嫁接的工资，节省嫁接必须要套袋贴布这些的材料的成本。你係農委會台中農界場幾年前所研發嘅新品種梨樹，對梨樹嘅地下看，主要嘅特點，上報嘅生出來嘅果子就是在採收，唔是像目前嘅果汁梨。因為種嘅溫帶梨風必須到高冷嘅環境，將時的分化產生發芽，所以當然攏我接過。按呢3批梨風嚟到資材同工錢，大約有3項。台中1號、2號、3號，那這3個品種的特色就是用低海拔的橫山梨跟高海拔，我們現在目前梨山或者是日本生產的梨去雜交，那它的低溫需求大概介於這2種之間，所以平地可以種。每年不用高阶，而且它的品質又相當的好。这个下面下面我们就是用前一年那个鸟梨的种子，然后去播种以后，等到鸟梨砧木已经到了够大可以嫁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春天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个剪掉，然后就把接穗台中1号、2号、3号这个低蓄能性的那个梨拿来直接嫁接上去。12擺就學嘅新品種，品質唔會輸本市面學嘅高級梨，同時仍然限時的休息2擺。第一個產季大概是在7到8月的時間，那經過第一個產季收完了以後，只要再經過催芽，可以在12月到1月，在元月的時候可以再生產一次，所以這個也是這些品種的優勢。不過目前呢種新品種只適合中埔地區栽種。又還有大家梨及唔耐病，當地農民攏都觀望。就算農界場強調，在照顧方式正確、
问题唔好太大。之后农民改变一直以来嘅习惯，并无按简单。穷快希望本农民降低生产成本。几啊年前，明土大学还研究成功，方便管理降低灾害嘅果汁率。每一个果子在这里头都可以发育到250到300公克。然后如果说以250计，这算是一个小梨子，250计这1234250乘以4，这一串里头就要收获1公斤。呢位係明土大學經濟農業嘅副教授陳忠，看下那其他小界自家研發成果嘅時，離手就同佢嘅成果差唔多。把原來這個傳統的那個大的這個橫山梨的樹形，我們給它縮小，在我們的這個果樹的專業裡面，我們這個叫做矮化，啊，那矮到多少呢？就是跟我們的人身高做事最舒服的。不要低過88公分，低過88公分你就要蹲下去了，不舒服。你不要高過150公分，150公分以上你就要踮腳。這個好，果子就出來了，對不對？除了A化技術之外，管理方式同一般果汁梨相款。不過，做些嘅是 A 果汁梨只要頭一個細期間就實在完成。一般果汁梨無論剪花、汁梨，亦係包梨了掉，農民攏必須板凳台百上百下。比較之下 ，A 果汁梨嘅效率大提升，產量也唔穩難。以前人家一甲地種不到70顆，我1分地可以種125顆，我一甲地我也可以做1200顆。這1200顆裡頭，每一棵樹在裡頭，我們平均給它有30個到50個這樣的一個嫁接點，好，我就有30到50公斤的這樣的一個收量。這30到50公斤對大樹來講可能是小 case， 可是30到50乘以1200，那個數量就很多了。雖然陳忠研發嘅 A 果汁梨還沒有得到農民採用，不過佢希望自家嘅做法實在產生回響。中國網擺高生產成本就表示經濟，呢下已經過時。早期我們靠很多熟練的勞力，靠低廉的成本、勞工成本，或者是靠我們農民的勤奮，花很多時間去管理，這些方式可能要改變了。現在就是要走比較精緻方面，就一個是科技的技術，怎麼樣控制適當的好的品種，控制適當的生產成本，然後提高品質，要做這樣的轉型。你好好的把你的園子弄好，好好的把你的樹照顧好，好好的把這個栽培果實的應該有的道理、應該有的技術學好。你這個東西，你只要是好東西，沒有人不知道。而今天，我們有另外一個市場在我們海峽對岸崛起。台灣嘅農業技術，喺世界上一直徛頭去，也因為農業，台灣將要當前嘅經濟基礎。果汁梨雖然已經唔係高級品，希望的是讀到得到無價按參嘅情形。面對更加困難嘅未來，農民可能要有更加開放嘅態度，更加有彈性嘅想法，將實際創造更加大嘅收益。相信唔單止係果汁梨產業係安尼，亦係一個經驗，其他產業應該也係相關。